自2026年8月初3，每日新眼光读经，结束就是开始的位。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列王记下卷25章第19到30节。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25章。西底家统治第9年10月初10，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的大军来攻击耶路撒冷，伫城的对面扎营，搁伫四围做土堆攻城，城受围困，一直到西底家王第11年4月初9，城内饥荒真严重，居民拢无物通食。城受攻破，所有的兵士透暝对王宫飞航护军，两个城墙中间的门迄条路逃走。巴比伦军队还伫四围攻城的时，往阿拉巴的方向逃走。巴比伦的军兵对入西底家王伫耶利哥的平原，入着伊的全军拢气杀伊四散。巴比伦的军兵掠着西底家，甲伊掠去伫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遐，伫遐受审判。因杀死西底家的囝，互伊亲目看到，搁压伊两对目睭，用铜链甲伊链地带去巴比伦。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19年5月初7，巴比伦王的人神侍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烧上主的圣殿、王宫甲耶路撒冷所有的厝，以及所有贵族的厝。所有替侍卫长的巴比伦军兵将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拢拆毁。迄时，侍卫长尼布撒拉旦将留伫城内所存的人民，甲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所存的人拢掠去。毋过，侍卫长有留一寡上爽享的，互因伫葡萄园甲田园种植。巴比伦人将上主殿内的铜条、盆座甲铜海拢拍破，将遐个铜运去巴比伦。因嘛将鼎、tú仔、灯芯的剪刀、藏香的撇仔，甲圣殿所有铜的器具拢搬去。藏火炭的盆、盘，所有金器的金、银器的银，侍卫长拢摕去。搁将所罗门王为上主的殿所造两支跳，一个铜海，甲遐个盆座带去。这个器具的铜做甲袂称直。这两支跳相款，每一支悬8公尺，顶面有铜的跳斗。跳斗悬1公尺30公分，跳斗的周围有铜做的网仔甲射流。侍卫长尼布撒拉旦掠大祭司西莱亚、副祭司西番雅，甲3个圣殿门口的守卫，搁对城内掠一个管兵的官员、王的5个亲信，甲丁务兵士的副指挥官，以及伫城内拄着的60个国民。侍卫长将这个人带去伫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遐。巴比伦王伫哈马地区的利比拉拢甲因杀死，安尼犹太的人民受掠离开因本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立沙番的孙阿伊甘的囝基大利做总督，伫咧无互尼布甲尼撒王掠去，留伫犹太所存的人民。正军官甲属因的兵士听见巴比伦王设立基大利管辖因尼探雅的囝伊斯玛利
加利亚的囝约翰兰，尼多法人但何密的囝西莱亚，马加人的囝亚撒尼亚，甲属因的兵士，就拢来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对因甲属因的兵士就怎讲：恁毋免惊巴比伦的官员，恁通安心住伫即块土地，服侍巴比伦王，恁就会平安无事。迄年的7月，王亲伊利沙玛的孙尼探雅的囝伊什玛利，带10个人来米斯巴，杀死基大利，佮杀死甲伊做伙的犹太人甲巴比伦人。对安尼所有的人，无论大小，甲遐个军官，因为惊巴比伦人，就拢逃走去埃及。巴比伦王以米罗达伫伊继位迄年，就是犹大王约雅斤受掠了后第37年12月27日，特赦犹大王约雅斤，放伊出家。佮用好话安慰伊，互伊比受掠伫巴比伦其他国家的王有较悬的地位。约雅斤脱去家内所穿的衫，一世人甲巴比伦王做伙食。约雅斤活地的时，巴比伦王赏赐伊所需要的生活费用。结束就是开始的位。今日的经文是两记的结束，也是申命记历史的结束。历史书写的结束，其实往往就是整个历史书书写的处境所在。因为安尼检采，咱会因为历史书写者描述摩西、约书亚，描述着大卫、所罗门，描述着南北国的诸王，就被带入遐个世界的中间。但是，借由今仔日这段历史书写的重点，咱通知，就连以前所描述搁较古早的历史事件，也拢只是在铺陈，有味着以色列百姓安怎面对圣殿被毁，甲受掠巴比伦的处境。伫遮所记载的圣殿，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也就是一般咧讲第一圣殿。受掠巴比伦代表应允之地的失落，通讲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甲进入应允之地的逆转。有学者指出，全本圣经拢通看作是某种对伫受掠的神学反省。以色列人因为受掠，就回溯甲上帝立约，含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过程，重新思考上帝所立的约是毋是真正有失落的可能，以及安怎重新进入约的关系中。受掠以后有回归，有第二圣殿的重建，阁有第二圣殿。伫耶稣被钉死了后，受毁伫罗马人的手里。因为安尼，圣殿甲土地通讲贯穿新约旧约的全部。趣味的是，旧约历史总是停留踮一个噩梦中，就连两记也无例外。伫记载南国犹大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安怎惨死，精英安怎受掠，散赤人安怎受留落来，圣殿安怎受洗劫一空了后，事竟然还无结束。巴比伦人任命基大利做犹大总督，管理无受掠的人，而且后来犹太人亲像祖先共款，得以逃难到埃及，等待新的出埃及。伫新的巴比伦王登基以后，
搁释放早就受掠的约雅郡王，甚至有犹太人伫异邦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亲像以斯帖、但以理等遮个人。遮个术士为着受掠的人后来得以回归劳乐福庇。申命记史观的神学宣告之一就是：历史是掌握伫上帝手中。这拄好亲像台湾基督长教会信仰个别中间所宣告的：上帝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就算国破家亡，也只是上帝的手借着外邦的君王在施行审判。咱所信的上帝，并毋是恒久审判的上帝，是满有恩典施行拯救的上帝。就算伫一片荒芜的处境，上帝犹原互人希望，而且伫必废太久中，上帝早就已经开始新的重建工作。历史学家克罗齐讲，所有的历史拢是当代史，因为安尼咱总爱有意识看历史。无论安怎谈论历史，咱关切的终究是当下，着安怎继续向前行。默想，伫我掠做是结束的所在，是毋是有重新开始的可能？伫我掠做是结束的所在，是毋是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咱来祈祷，上主啊，你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求你伫我掠做是结局的时阵，伫我以为是荒野的所在，展开你的新工作，带领我继续向前行。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